中央社记者陈朝福高雄24日电，终结放榜新闻，拒绝成功模板，停止制造神话联署议题发酵。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天说，非常支持，也替学弟妹感到骄傲及高兴，支持他们。高雄地区的高中生和自学生组成的疯狗浪港都学生思潮发起终结放榜新闻，拒绝成功模板，停止制造神话联署获得热烈回响。联署人有学生、老师还有社会人士，联署效应持续扩大。陈其迈今天返回母校高雄中学参加228事件72周年纪念行动2019英雄返校，雄中自卫队出巡记者会，接受媒体提问终结放榜新闻等议题时做上述表示。陈其迈表示，他非常支持，尤其在高雄，不管是雄中、雄女或很多基层的教师、校长，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希望不管是雄中或其他学校的高中学生，要怎么样让社会、国家更好，而其实念书、考试都不是特别要把它提出来，甚至成为学校互相比较或是影响学生私领域。陈其迈认为，考试考得好当然高兴，让学生的私领域或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考试不应该成为特别强调，或是让各学校当作一个特别的事件，他觉得这大可不必。所以，疯狗浪很多学生站出来，代表学生对于自我的反省，他觉得非常好，也替学弟妹感到骄傲及高兴，支持他们。至于在脸书贴文支持台湾自创游戏不受中国网军打压问题，陈其迈说，还愿是一个游戏软体，是台湾国产的游戏，过去不管是逐游戏从返校到还愿，确实都代表台湾很多年轻人很多的创意，也融入台湾很多的民俗、文化、信仰等元素，所以它是一个最好是白天玩的软体。因为晚上有时候玩一玩可能会有很多的彩蛋，吸引很多人喜欢。有人建议陈其迈于直播时玩，他说还没有开始玩，怕内容太恐怖，所以要等有空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揪团一起玩，这是一个非常好、活泼、有创意的游戏软体。对于行政院纪念228的具体做法问题，陈其迈说，中央都会有例行的228纪念活动，因为228是台湾人在整个民主运动，或是台湾历史发展过程里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从228成为国定的假日，不管是中央、地方都会有例行的一些活动来汲取历史的教训。最近传出外界要高雄市长韩国瑜出来选总统声音，陈其迈认为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有市民那么多的期待，对于民选公职而言，怎么样能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还愿。他相信任何市长，包括韩国瑜，现阶段心里想的应该是让高雄能够更好。他在选举时是这样，选后应该也会这样。目前高雄市长是他最重要的工作。228事件72周年纪念行动2019英雄返校，雄中自卫队出巡活动，是缅怀1947年228事件发生时，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雄中前身，成为南部反抗军警群众聚集的一群雄中学生，结合其他学校学生共组自卫队，勇敢挺身而出，不惜用年轻人的青春生命护卫校园与同胞生命安全的事迹。编辑：陈俊硕，1080224。